彰化市丹宁路变啊休克日啊，这人甲车拢会真多，而且今年的设计展办伫咧彰化，也带动观光。市公所即阵就伫咧丹宁路试办过路人的优先区，驾驶的时速袂使超过20公里，嘛袂使骑喇叭。车路边放塑胶笋、涂骹阁有彩绘砖塔。彰化市丹宁路因为我彰化火车头附近也有真侪卖食的店头摊，便若休困日人拢可出入。市公所特别伫遮试办行人优先区的计划，有店头家真认同，嘛有民众感觉，若是会当管制车辆出入，会愈安全。对行的人、在做生意的人，加减拢有提升甲帮助。就是增添活泼的部分，然后反正骑车也会助力行人这样。所以我都爱是中华的特色，看表演、看人、看迄排队，安尼可能无车较好安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这条丹宁路若伫假日时啊，人潮甲车流量变多，显示车甲过路人拢有需求。公所整合内政部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，选伫丹宁路做行人优先示范区，嘛邀请民众同齐参与车路的改善。车载的速度会影响到行人伫遮行路的安全，所以我想要参加这个计划，把这路变甲较适合民众伫遮踮街行路。设置街道家具，希望可以减少车辆的速度，然后达到那个行人优先区，让车子跟行人拢会使正常的入摆。公所指出，伫行人优先区内底，车辆时速袂当超过20公里，嘛袂使骑喇叭，爱先让过路人行。这个计划按算的试办到这个月2日，嘛甲试办落来意见，得做日后推行优先车路的参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